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4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台铁有99趴的司机连续决定中秋双十当天无要加班来争取员工权益，行政院有开会讨论，讲会把部分的权益列入去法规。台北赤峰街这车路顶头出现一个2米宽的坑，附近店家住户赶紧撤离，目前成功就先推起来，避免意外发生。历史阁有专家头一届公布，伫咧秘鲁发现2个外星人的骨头，强调这不是地球生物，而且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台铁公司话挂牌存无到半年时间呢，这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用抗议行车安全、员工权益，也有津贴一直无法制化做理由，由工会发起这中秋行双十，拢要依法休困，无要加班。超过99%的司机是无要出勤，今仔日向台铁呢来送假单。行政院伫下晡也临时开会研议，答应讲会甲这员工争取的权益部分列入去法规。离中秋节连续假期只剩半个月，台铁早已经卖出超过21万张廉价车票。也毋过，司机员可能伫中秋节迄天无加班，要为争取权益表态。不要罢工啊！罢工会影响到旅客的权利啊！就跟上层好好沟通就好了。会支持他们这样子的诉求？会啊，因为我除了是旅客，也是劳工啊，我支持所有劳工争取他们的权益。即摆由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发出的动员令，诉求原因是一直拢无看到行车安全入法，甲员工权益参津贴法制化。工会连续中秋节甲国庆日唔加班，已经得到1400多名代替司机员连署。比5月劳动节唔加班响应的司机员也较侪，尤其将通往东部干化中心的台北段司机员连署率达到100%。指出交通部伫公司化法制化过程一再头前检扭，员工应有考证。先前都谈好，不是说我们无中生有，而是原本就讲好，可是你到现在完全没有一个我们看得到的进展。去年5月18号大家都有一点共识在，1年多了还是这句话。去年5月有11个，今年应该没有10个。中秋节会当开出偌济班车，真做纾困一大变数。行政院长陈建仁中昼亲自甲工会沟通，下昼调集交通部长王国材、代替局长杜美开会应用，初步答应将员工关心的自主备勤津贴权益入法。也毋过工会回应无看到乌纸白字公文进程，唔加班行动未取消。记者综合报道。巴西进口的鸡卵一直有争议，台农的鸡卵这一期标示唔对，董事长涂万在出面回释了后，说互媒体也讲是去互农业部所逼的。今仔日是搁再解释，讲是农业部建议，唔是强制要求。农业部处长也强调，绝对袂互业者来做替死鬼，或者是讲白贼。那专业也表示讲，这进口卵已经伫咧9月12全部落记录，消费者会当伫咧11月12进前来退货。连锁超市鸡卵的货价顶悬，这几天引起讨论的台农卵品数量也袂少，不过产地是中华的是国产货，那巴西卵或者是其他的进口卵，货价顶悬已经无啊。还有巴西的蛋，我们都没有进口。在一家台农公司甲巴西鸡卵保存的日期标示做10月初5，超过农业部认定4个月期限，也就是9月24至30。嘛有读者甲联合报投诉，讲伊买到另外一款巴西鸡卵，期限到10月初1，若像有效期限标示唔对去。针对这点，记者打电话予农业部、甲卫福部的官员，因拢无接电话。那专地发声明，强调为12开始，全面甲进口卵落市，消费者伫11月11进前会当办理退货。那甲日期标示了唔对去的当事人，台农卵品的董事长涂万才，佮去媒体也出来讲，伊讲伊会出来回释的是去农业部逼的。不过早起，伊佫一届接受媒体采访，背回讲伊是去互建议的。农业部是讲咱都下架吼，来甲咱的迄个消费者或者对不起安尼建议啦，伊是讲伊叫阮咧做的是一个建议啦。货价顶悬上稳洗选的国产卵，有效期限一般拢是标示1个月。台农照惯例标示巴西卵，不过红认定标示不实，嘛感觉真委屈。
高雄市卫生局认定业者无完成意见的陈述，决定甲罚30万。卫生局正协同食药署及屏东县卫生局积极调查相关事证。农业部相关的官员规工是拢联络袂到，敢若有处长陈俊贵公开参加行政院会会后记者会，伊强调讲，这批标示了毋对期的巴西卵，还佫伫有效期限内，并毋是过期，嘛无食安的记录，只是爱回收改日期，这些拢是为着消费者的权益。它跟蛋品过期这是两回事情，与业者沟通，希望他出来澄清。我们绝对不会让业者背黑锅，也不会让业者说谎。巴西鸡卵争议要继续伫咧拖，农业部批评讲，这件代志经过操作，防局实施过期的鸡卵，造成消费者的惊吓，对食安是无负责任的。因若质疑的声音是一直出现，嘛有高雄市议员质疑讲，伊买到澳洲进口的卵，标示嘛有问题。农业部14并无进一步的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竟发生一站货车倒途时阵，刷第4人意外，将可能是驾驶无注意到后壁有人，才会造成这款的意外的。讲到这代志发生的地点是在台中的红四路巷仔尾，这地主请公司来整地，这货车司机是甲拖载到现场，不过有一名女性的民众对这车后壁经过，当场互这拖活砍在内面，失去性命健伤。这当场这拖是贴有1公尺悬，警方初步判断，无排除司机是无注意到后壁状况，才会提出这场意外。已经报这个路检处来调查，警方也甲2名的货车驾驶带回去做调查，也调附近监视器。初步检判是公安意外专案调向意外死亡来侦办。台北市台东区赤峰街行中道车路出现一个2米宽、深度1米半的坑，这附近的店家还佫住户是为着安全的关系，赶紧来撤离。台北市新工处表示讲，这可能是这管线探过水沟仔壁，说是无人去查讲呢，这是虾米款的线，也伫事故原因是佫爱佫调查，也若这个坑会先吞起来，避免发生意外。台北市阁出现启动，即摆是伫台东区赤峰街的路面，挖中道有民众向警车报案，路面出现长大约2公尺、深大约1.5公尺启动，也毋过因为附近挖着徛几家店家，也互附近店家要暂停营业。多多少少会担心啦，因为他们有提到说是不是会担心到整个大楼的结构。那一开始是觉得还好，可是因为有发现说这一边的一些地面有一些稍微倾斜的状况，但是没有到很严重，所以他们说只要把这部分的那个灌浆补足的话，其实结构就会比较稳定一点。好在在路面出现启动的时，并无人车经过，也毋过时间往前杀，早伫13，当地里长就发现路边凹落去，通报台北市民专线。90时中道有经过的民众也发现，赶紧报案。伫短10几分钟的时间，崩塌渐渐变做一个坑，佮渐渐扩大变成启动。工程人员除了伫现场救防水线，也赶紧厘清敢是有管线破去。经过查证发现，原来是有不明管线穿过沟仔壁，才造成路面变成安尼。水利处，好，然后还有台电经过的这个管沟的部分，好，然后包括卫工管线是不是有破损？好，那希望大家不要互踢皮球，变成他们可能比较便宜行事的做法，理论上是不应该去穿越沟底这样子的状况了哈。但是现在发现之后，他们就等于又没有管线，因为承认是谁去布设的。目前新港处紧急派阿摩托车到现场进行吞捕作业，勘查附近回江挂下面涂骹底也有喷水情形。为了确保安全，当地里长紧急通报附近居民，敢是会当暂时退离，确保安全。也毋过有偌侪住户也是民众受影响，有关需要统计。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铁建案工地害人人家厝规个落去，市政府已经甲这营造商建筑师依照违反建筑师法规定以上停改，上当会当停监2年。也若台北市政府针对着其他建设提出2届街口案，让互法院驳回。台北市服务局决定针对头1届无要提出控告。也若今仔日这寡受灾户是继续呼吁市政府爱开放搁较侪时间，互因登去摕物件，是因为1届时间是搬袂了。中会家园看到家具崩倒，物件散压压，地板照积水，大一块厝体崩落住户，希望市会当搁加开放转厝摕物件的处所甲时间，因为进前才开放3届，实在是无够。麻烦，实在没办法，很多
露营的装备、救生衣。台北市大地瓜崩落案三大技术工会鉴定结果证实，工地无只是反映监测系统的警告，还附近的躯体崩落。市府建管处讲，就是已经甲相关工程人员甲建筑师移送定界。早上已发文给新北市政府，把那个福利营造还有他所属的专任工程人员跟工地主任依违反营造业法移送惩戒。王建筑师他是登记在台北市，依违反建筑师法规定移送台北市的惩戒文。根据建筑师法，建筑师定界处分包括警告、申诫、停止执行业务2个月到2年，撤销也是废止开业证书。监管处讲，判图结果甲相关监测资料提供政府单位调查参考。另外，北营驳回北市府对着基台2届加考核申请，法务局讲头一届驳回唔控告，因为第2届由住户甲律师决定。若要控告，市府会补助费用。对法院的裁定感谢法院。北市府可能会提抗告的部分，我们也都尊重。另外，基台内底有受害的受害买主成立自救会，目前有13人决定解约。法务局讲，到14号早起11点，已经受理14件申诉案。呼吁基泰建设秉持最大的善意，遵守承诺，从宽处理预购户解约等事宜。倘若双方协议不成，消费者得向本市消服中心提出申诉。北检13已经指挥廉政署以证人身份约谈福利营造工地主任、基台副总2人到案说明。为着案情侦办，无排除搁约谈较顶层的人，因为受灾户补偿和安置，由都发局安置小组和法务局财损评估小组单一参考受理。市长周万安讲，上万20住户就会当领到相关的补助金。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哥大和中华电信伫咧1807年10月做回取消电费钱的优待，这公平会调查了后，认定2大业者主管有讲好势要做回取消，公平会认定有联合行为，对这市场有真大影响。甲中华电信罚4000万，台湾大哥大罚3600万。民众伫买手机警门号的时阵，一般拢会比较各间电信公司做回方案甲优惠才来做决定。不过公平会调查发现讲，台湾大哥大甲中华电信伫1807年10月联合停止送4G 资费专案，网内语音免费，甲前6个月每个月666块的通话费等等的优惠，对市场的影响真大。所以分别罚中华电信4000万，台湾大哥大是3600万。他们的共同取消，其实会产生相当明显的限制竞争的效果。那最主要就是说，像消费者因此而少掉了一些享受优惠方案的一些好处了。所以就整个市场竞争的影响，还有消费者权益来讲，这次的案子影响是层面还是蛮大的。长久以来，业者之间的联合行为其实是真恶认定。公平会表示，这届掌握到2大业者高层的主管伫事前互通信息的证据，也就是讲双方有就这件代志直接沟通。而且国内电信业是少数公司掌握规个市场的情形，介绍是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若是一间业者各方面停止优惠，消费者百面就会改去竞争对手遐，所以推论业者有联合促销的动机甲诱因，认定构成联合行为。因为消基会嘛讲，这款的联合行为嘛已经影响到民众的选择权。那因为联合的行为呢，它最终呢会造成我们消费者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会牺牲掉我们的一个对于不同厂商的一个优劣的一个选择权，因为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嘛，所以都变成说就只好呢依照他们的条件来做选择了。针对这个裁罚，台湾大哥大表示，对公平会决议是表达遗憾，会在收到相关的函文了后，研究后续应对的事项。因为到截稿之前，中华电信是还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信义区某一间高职，今早起11点外，有一名2年的学长呢，趁下课时间走去找学弟理论，佮特别火气去甲对方抓，造成19个人送病院，其中2个人爱到病院观察。学校表示，讲这2个人伫网络顶头就已经发生口角啊，警方也讲接落来会通知同学来做笔录，若总有家长要提告，会以伤害罪嫌正办。如果这样你可以开心，那你就下课时间，2名学生伫走廊一句来一句去，玩袂煞，老师经过赶紧甲因调解。一个查甫学生手举灭火器，愈讲愈激动。另外一群人哪讲哪笑，准备要入去教室的时阵，伊向甲灭火器饲咧四个砖。
连续抓几啊届，现场规个拢是白色的粉。尾下还佫甲灭火器带入去教室，学生输到灭火器的粉，互紧急送病院。那学生有因为在网络上的口角事件啊，就到班级来进行理论，但是没有料到说学生转身随手就拿起灭火器来进行喷洒。发生冲突的地点，伫台北信义区某一间高职。学校讲，两个学生伫网络顶冤家，14点到11点外，高中2年的学长去1年的班级找学弟理论，几个学生好事生围伫边仔咧看戏，不过伊家灭火器乌白纸。造成19个学生送病院，有人气管肿起来，有2个人留伫病院观察。在大量在密闭的空间受到 ABC 灭火直接喷的话，就担心因为它里面含有磷酸乙胺的话，如果很大量吸，其实会造成肾衰竭。我们一般可规定它去维护保养，灭火器当成一个伤害的工具，这可能是涉及到其他的一个法律，就不是在这个消防法这边的。虽然消防法无明定灭火器使用的规则，不过警方会通知学生来做笔录，只要有家长提告，会以伤害罪罪嫌来侦办。以此提醒，亲像这种打粉的灭火器，若是大量去使着，除了会砸着伤、刑砍10以外，较食力的，佫会引起腰子衰竭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是真真正正的老宅吼，伫咧高雄有一位小姐呢，伊伫咧外口洗厝，这水钱单来时阵，发现讲即期爱12000外块，原因是出一个咧马桶一直漏水漏24点钟。做水电的师傅也讲，若准一直漏一期有可能爱到3万块的水钱，建议这水钱变济时阵，就要注意敢有这漏水的情形发生。对。那当然就是大水公司人员来到大楼公线之间检查水表，高雄这位林小姐发现洗厝所在水表转速伤紧，数字来到1000多度，这支水费账单爱纳12000外块。你的马桶有问题？对啊，不过看咱楼嘛是1000几2000几尔，没有这样过，所以这一次才吓到。林小姐讲，平常的生活下班洗身躯了后就困，起床搁入喙去洗面，根本就无大量用水的机会。虽然出来马桶有漏水状况，不过水量为14度增加到714度，也是可以唔敢相信。那个马桶水都已经跑成这样，那个漏很大，那种水痕的话，没有500-600度起跳，不可能。台湾水公司七区管理处派员检视了后，发现已经排除供水端漏水，也表示小大开立时发现水费增加，就已经通知厝主，后续会当提供部分费用减免，提醒民众也是爱注意漏水状况。高雄所也派员现勘，发现用水度数又突增633度。那林小姐现场也提供马桶漏水影片，那本处请其要尽速修缮。水电师傅也建议民众，若发现水费增加，注意水道头敢是有关暗，也爱注意马桶水箱敢是漏水，因为这是加护漏水热款的状况。第二是检查热水器水管敢是有泄漏，因为这看不到所在24点钟一直漏水，累计水费真可观。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台里的19家和溪南地区，对经过月底开始呢，这附近的居民常常闻到化学臭味。台中市环保局稽查发现，讲这臭味是对台里工业区的垃圾水处理厂来的。经济部工业局表示，这应该是处理药厂的垃圾水所造成的，也已经要求这厂商要赶紧改善。台中市台里区19家和溪南地区的民众，最近受到空气加臭味所害，民众还讲。8月底开始，就常常闻到酸酸的化学气味。也不是那种油漆什么，我们就是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跟那个大里工业区，就是基本上是交界。所以说我们我们是会属于行人里是在这个工业区飘过来，这个气味我们是最严重的。环保局用空拍机确认怪味的来源，发现怪味来自台里工业区的污水处理厂，不过采样检测亦并无超过标准。进行巡查结果，现场并无明显的异味。环保局设置移动式空品监测车，以厘清空气中污染物来源。污水处理厂讲，因为处理一间同制药厂的废液，应该是加药剂处理过程所发出来的气味。厂方伫顶个月底开始分4届处理80栋。目前已经处理大概20栋，当咧处理的40栋会看部喷水雾来减少怪味四线，另外也未处理的就封存无搁处理。就经由所谓的那个环保局这边同意，然后呢协助所谓的去协助外面处理外面的一个废水，以解决地方的一个环保问题。目前来说，他们是第一次收受到这样的水。每一个污水处理厂都有它的处理效能，所以说它要在引收标准里面，我们才会让它进来。
经济部工业局表示，即间污水处理厂的容量每一日会当处理6000吨，因为台里工业区每天的废水量大约是1000吨，照规定会当处理台中以外地区的工业废水。目前已经要求厂商先停收外围的废水，另外加强防治处理设施，避免发生类似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这个墨西哥国会13举行听证会，有专家头一届公布，伫个秘鲁发现2个这个外星人的骨头，而且伊是搁再强调讲，这毋是地球上任何一种物种，而且这时间较大已经超过1000年了。豆豆甲电视柜拍开，透过玻璃，要是当清楚看到2具腐蚀、较细粒子，看落哪像毋是人类的人骨，骹甲手是长long上。一只手有3支镜头啊！一个墨西哥的记者，嘛是不明飞行物的专家，莫松表示，这2具人骨是2017年伫秘鲁库斯科巷发现的。经过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放射性碳定年法的分析，差不多有1000年的历史。这种神秘的生物，并不是伫飞碟的残骸内底发现的，是伫石组矿，也就是长久以来水草类死去、细胞壁沉降累积的物质内底发现的。Y creo que hay una demostración clara de que nos encontramos ante ejemplares no humanos que no tienen relación con ninguna otra especie en nuestro mundo y que se encuentran abiertas todas las posibilidades para que cualquier institución científica los pueda investigar. 墨西哥海军健康科学研究所的所长表示，已经有甲翕电光片、3D 重建加 DNA 的分析。莫桑嘛伫听证会展示电光片，其中一个体内有3粒亲像卵的物件，另外一个体内是有稀有的金属。今年7月份，一个前情报官员甲美国国会讲，人类伫宇宙当中并无孤单，不过当局当伫暗砍这证据。了后，墨西哥执政党的议员古提瑞兹应莫桑的要求，召开这场听证会，嘛对审议当中的空中空间保护法做表决。表决若是通过，墨西哥会成做这个世界上头一个承认地球内底有外星人的国家。因为社群媒体顶悬是出现真侪言论，有的是惊一跳，有的感觉怀疑，甚至有的是经体片相甲铁笑。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美国宾州的杀人犯卡瓦坎特逃亡2礼拜了后，13去互警方抓到。这逃亡期间，伊改变服装，也因为这摇巴肚去偷摕别人的物件来食，甚至会偷牵车、偷家人的手枪，互附近的民众是真不安。当地政府是出动这战术部队，还有装甲车，目前已经把人抓起来了。宾州杀人犯87个卡瓦坎特总算被抓为围捕，当局动员特种武器、战术部队甲战车。战术小组用日军干警装置找到伊个定位，无奈拄到雷公司那甲爆破，只好将行动延后。Shortly after 8 a.m., tactical teams converged on the area where the heat source was. They were able to move in very quietly. They had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Cavalcante did not realize he was surrounded until that had occurred. That did not stop him from trying to escape. He began to crawl through thick underbrush, taking his rifle with him as he went. 34岁卡瓦坎特2011年向前台前查某朋友38刀，将身加禁免加刑，最近2礼拜成功逃亡。伊逃亡期间改变穿插，创面体偷食米、偷车、偷枪，搁秘伫丛林内底，警方正歹掠，被形容是真危险的人物。在地居民过去2礼拜过甲心惊惊，即摆伊被掠，心情拢总算放轻松。Customs and Border Control teams, BORTAC, had a dog with them. They released the dog. Some of our PSP CERT members were also there, had him surrounded. The dog subdued him. He did sustain a minor bite wound. 这摆行动无亏欠，完成任务了后，20多名员警甲卡瓦坎特斗阵翕相，互警务解决人士甲民众和平无失踪。公司新闻黄文良报道。印尼的首都雅加达，这空气品质继续伫咧变歹，连印的总统佐科威也拢扫几个月。当地政府除了甲这排放污染源的企业罚钱以外，也启动公务人员居家办公、车辆排放检测等等措施。不过，这空污问题却拢是无改善。连明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无到半夜提出着清净能源的政策，引起民众困动。
伫大厦担任讲师的35岁查甫人打明年，因为空气污染得到呼吸道疾病，就连伫厝内工作拢爱挂嘴暗。也阁有阿斯利亚年6岁后生，佫较是因为空污长期咳嗽，受到影响日常生活。Guy, he's an active boy, so to see him like unable to do things and just sleep around and coughing all day is. The first reaction was like sad, of course, but then that sadness became anger, knowing that it's something that is not my fault. 雅加达真有名的呼吸系统疾病专家向法新社记者表示，今年3到7月呼吸道感染甲肺炎的病例比去年同期增加20至30%。芬兰的能源甲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印尼小团发电厂排放的废气，2022年造成10500人死亡，74亿美金的健康医疗费用。Anak-anak kan termasuk salah satu kelompok yang rentan ya Mbak terhadap polusi udara. Yang mereka alami, mereka mudah terjadi ISPA, mudah jadi risiko asmanya, kemudian berkaitan dengan ISPA berulang akan menurunkan daya tahan tubuh termasuk mengganggu pertumbuhan parunya, mengganggu fungsi paru dan itu nantinya kalau berlangsung terus dan tidak bisa ditangani pada saat dewasa tentu perkembangan parunya akan terganggu. 民众普遍批评声响起，印尼当局这总算承认工厂排放废气，甲充满伫首都顶面的有毒营养粒仔有关系。最近几礼拜对13间企业开发佮启动公务员伫厝办公，车辆排放检测等措施，抑过空气品质有完无改善的现象。顶个月连续几夜天，这个有3000万人口的大城市空气品质甚至是全世界上害。家己拢是受害者，扫尾外1个月的总统座课会坚持讲，顶个月通车的一条新空中列车对改善空污有帮助。佮加上明年会迁都到婆罗洲的卢山塔拉，座课会也佮任命一位部长级的官员负责污染特别小组的工作。因过就像迁都工程补出一队军队关系探复建小台，负责新都空气品质工作的高层官员，也互媒体也出席一间有煤矿利益公司的活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3日在演说当中有宣布会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补贴的调查。冯德莱恩强调，中国透过大规模政府补贴来压价电动车的价销，提出全世界拢是中国摒俗的电动车，拍歹欧盟的市场。德国的慕尼黑国际车展每2年举行一摆，是全球规模上大的车展之一。今年中国派出50间车商参展，数量是顶届2倍，也是全球车展上中国车商上侪一摆。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厂当透过政府补贴的政策，以加继续拍入国际市场。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3透过年度咨文的机会宣布，会针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强调欧盟袂当接受市场和大量廉价的中国电动车掌控的扭曲现象。Europe is open to competition, but not for a race to the bottom. We must defend ourselves against unfair practices. 汽车产业是欧洲制造业的重要产业之一。冯德莱恩的宣示凸显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竞争力的烦恼。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启动的反补贴调查，预计上长会用9个月时间，真可能会造成欧盟针对中国进口电动车甲其他车厂伫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像特拉斯设立新的关税，税率可能会比较美国对中国设立的27.5%关税。冯德莱恩13日演说7摆讲到中国，也强调继续甲北京对话的重要性。It is vital to keep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with China, because there are also topics where we can and have to cooperate, de-risk, not decouple. 针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的宣示，也是受到包括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代表欢迎。也不过，中国商务部则是强调，欧盟的做法是以公平竞争为名，实行保护自身产业知识，是真明显保护主义行为，会严重扰乱和扭曲，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佫会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
要走去参选2024年总统的郭台铭，今宣布邀请艺人罗培霞来做伊的副手。郭台铭学罗培霞是万中选一的人选，罗培霞是强调会用沟通协调专长协助在野整合。民众党的郭文哲也认同罗培霞是袂歹的人选，也讲家己的副手当在走找当中。连续出现表态独立参选2024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邀请捌伫台桥金山基金造龙者中扮演总统当选人的罗培霞担任竞选副手。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包袱，我们深知民间需求，我们渴望为民服务，我们将组成最强组合。你已经不是鸿海的董事长。请你先跟以前的那些竞争对手喝喝咖啡。身为副手，我的任务就是落地他整合在野的心愿。罗培霞致辞是5摆后地表示，感觉台湾经济政策不真才决定出任，也毋过也强调会协助郭台铭促成在野整合，两个人会得期到中选会登记。也毋过罗培霞有台湾美国双重国籍，今次会放弃美国籍，伊透过经纪人表示，会联络律师协助量早安排进行相关程序。赶快属意找女性副手的民众党参选人郭文哲，表示人选有望的定顺。赖佩霞是一个资深演员的，这几年也做一些公益事业的，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呢。进度应该在 ongoing 进行中。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暗头开始去到美国行程路，除了会伫咧4月底发表演说以外，也会见到美国嘅参众机关、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侯友宜强调，美国是中华民国坚定的朋友，维护自由民主，展现维护台海和平决心。也那民进党的赖清德呢是出席论坛，也讲到台湾的健保制度已经行到必须要改革的时期了。从机场大厅，真侪支持者为国旗发加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0时出发，展开总共8天的访美行程，看到群众热情欢送，侯友宜欢头喜面直直握手。机场外有民众抗议唱声，互警方赶走。侯友宜这次访美行程会访问华府纽约纽特西旧金山这城市，受邀请伫4月底演讲。嘛和美国各个参众议员见面，拜会美国在台协会总部，和 AIT 主席罗森伯格会面。AIT 讲真欢迎，会公平对待每一个参选人。期待美国能够持续对台海区域的稳定和平给予更高度的关注，并协助台湾对印太区域自由经济贸易的参与。侯友宜讲，美国和中华民国是坚定的长期朋友，透过访美展现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嘛参与侨界活动，争取侨胞支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出席台湾迈向健康大国永续发展论坛，针对医界提出几项建言，包括设立健保安定基金，提升医疗费用 GDP 占比，中照3点认定。赖清德讲。健保袂使动，嘛袂使拍者，不过即马是一定要改革的时阵。当然可以靠新的制度，这个出诊的这个新的健保制度。但是我认为，家庭医师制度落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针。针对在野党化工重启服务，赖清德坚决反对，批评服务若统计，中国的服务业只要投资600万，就当踮喺台湾投资设点，和台湾拼价竞争。呼吁支持者用选票守护台湾的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方进前有发布福建对台21条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仔特别开记者会，详细说明，要推动福建成做两化融合发展示范区，提出这两化之间坐高铁相通，鼓励台湾人去到福建买田、买地、买厝等内容。但是陆委会就讲。中国目前是经济状况无好，无法度改善内部问题，也批评中国措施是家己想、家己对的。公布咱国海军联合军舰监控中国军方这南南的画面。国防部讲，
14载起侦查到18架中国军机扰乱台湾，13归港有10架中国军舰，68架中国军机侵扰。中国扩大对台湾军事威胁，各一届两个硬拢来。两岸一家亲，万台亲上加亲。中国国台办的官员连续2天闹台语，想要揪近甲台湾的距离。14三大部门联合召开记者会，说明他发布的福建对台21条文件，要推动福建加做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话要达成两岸会当搭高铁往回。我们要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实现两岸民众坐着高铁轻松跨过台湾海峡的梦想。内容还佫包括鼓励台湾民众去福建买厝、申请居住证，互金门、马祖的居民伫厦门甲福州有在地人的待遇，会当去遐读册、食头路等等。福建的台商嘛强调讲，相关的政策安怎落实，也要观察。还是要从照顾建省到市里面，甚至到县区的落实情况，配套措施很重要，我们很期盼能落地的。中国历来提出经济示范区，从2009年海峡西化经济区，2011年并潭综合试验区，到2015年福建厦门自由贸易区等等，拢是失败。陆委会嘛发声明批评讲，这是中国20代以来对台统战，因家己讲家己对的做法。嘛讲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无好，想要透过这点来吸引台湾的资金甲人才，来改善内部的问题。安尼做根本是半暝钻头路，天光无半步。呼吁两岸交流应该爱回归对话机制协调甲沟通，才会当促进良性的互动。记者综合报道。第58届金钟奖的入围名单，今下晡来公布咯。这摆这金钟奖跳脱到传统电视的范围，网络节目也通好参与。公司台记台有4项入围，有电视、电影节目，这拢总有。你先过来。公司台记台台语有影品牌当中的阿波罗男孩是描写自闭症患者的议题。戏剧当中的演员丹武是入围第58届金钟奖的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配角奖。甲丹武竞争同一个奖的入围者，阁有拄宣布要做郭台铭副手的演员，演人选之前的罗贝霞。因那公司台记台除了阿波罗男孩，阁有入围未少奖项，伫自然科学甲人文纪实节目主持人奖，魔术节拍术的主持人林定武，阁有大港的台湾的主持人张耀仁拢入围。儿童节目奖的部分，台记台、国民台、客家电视台甲公司合作的哇哇哇也入围。特别今年我们其实也慢慢发现有很多的网络的节目出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就不再把电视作为里面的，而是所谓的泛指说的影音。另外，外界也关心政治阵马的Me Too性骚扰风波，有侪艺人拢牵涉在内，敢有影响到评审的考量？我们这里并没有特别拿出来讨论如何去定调这个事情。评审并没有特别去说明，还是说定规矩。我们反而是当投票的时候，才发现很有默契的，就是每个人是做这样子的选择，正反都有。各种意见都会被提出来，我们大家有各自的看法。那提出来之后，大家互相去讨论，讨论完以后就回到自己，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专业。文化部表示，第58届金钟奖戏剧类计共有1155件作品报名，节目类有927件。经过2个多月的讨论，计共选出200多个作品，要争取48个奖项。节目类、戏剧类的颁奖典礼会分开，分别伫10月20甲21举办。记者郭文水台北报道。宜兰头城唱歌14暗时举行，早起已经有伫咧准备咯。今年计共有12队的选手参加，这其中也有真侪日本、法国的选手来遮比赛，但准条头名者有15万的奖金。伫炮声当中，福村里的高浅用吊车吊起伫高坪顶悬，在地人嘛无用咧整理高浅顶悬的制品，嘛也金纸祈福。今年国内头一场唱歌，伫咱人7月30，也就是新历14半暝，伫头城举办。这场伫宜兰的大型中关祭典，将一暗就先放水顶开始这个活动。头城唱歌伫2006年，互宜兰县政府指定做节庆类无形文化资产。伫旧历7月上尾一天的半暝举办，要互好兄弟伫鬼门关进前，会当食一顿仔饱，祈求消灾解厄。今年拢总有12队来参加，还佫包括为日本、甲法国来的选手，每一队拢真拍拼的准备，希望会当大胜并起嚟高平，抢15万的奖金，而且若甲高千点悬的顺风旗记落来，还佫有另外奖金。有12队，迄个
选手，内底嘛有法国的选手，有日本的选手，嘛有这个印尼的选手哈。今日亲热络，因为咱3年疫情无办哦。我们协会要赞助头等奖顾协会1000斤的白米要给在饭盆上面记住饭盆上面给选手。另外，宜兰县唱歌民俗文化协会为了这届活动，捐1000斤的米来拜拜，而且伫会场发2000包有拜过米，要互民众食平安。这届唱歌倒一队会赢的，到半暝就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民众检举一般的交通违规已经无奖金通好领咯。不过你若是举发讲迄弄着人逃走或者是食酒赛车，提供开车的影像资料等等去检举，那会当帮助被害人，还有奖金会当领，上悬会当摕到6万块。这名驾驶弄到机车，竟然无停落来，煞做伊落跑。这是发生伫顶个月，一名查甫人酒驾赛车弄到人意外。亲像这种弄到人煞逃走的行为是真多。其实高雄市实施奖金制度，民众只要将旧的车祸规定影像提交予派出所，协助警方顺利破案，就会当摕奖金。也是检举这个车祸走去使人受伤的案件，每件会当申请这个3000块，若是使人重伤的案件，每件会当申请2万；使人死亡的会当申请6万。亲像这个月初，这件酒驾落跑案件，尾仔就是靠民众提供鸦片，帮助警方抓到人。高雄市去年开始实施监禁酒驾提奖金，是全国头一个。交通大队表示，这1年来民众检举袂少，不过酒驾案件是真恶对查。目前因为检举酒驾的件数真多，因为车是喺路咧走，所以有可能报案的时阵，阮警察到场的时阵，伊已经无伫现场，所以会增加阮警察这查缉的困难。根据交通大队资料，不管是酒驾也是肇事逃走的案件，今年数量拢有降低。另外，民众检举案件数嘛比去年较侪。警方是呼吁民众检举，毋来当帮助被害人，阁有上悬奖金6万块会当摕。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有真侪民众厝内面拢会放几盒仔止痛药仔放咧，这头壳痛或者是喙齿痛，食一粒来止痛。不过，就药师伫咧提醒讲，这市面上止痛药仔的成分是有几啊种，无一定是逐种拢适合家己的身体状况，建议一定爱互医生看过，唔通家己做医生。一个人拢有食过止痛药的经验。根据健保署的统计显示，去年使用人数上多的5大指示药品，止痛药就排第1。有真侪民众厝内拢会买几盒止痛药放咧，但是敢通家己做医生买止痛药来食咧？就是有时候如果觉得头痛或者牙痛啊，或者是身体有不舒服的疼痛，就会去使用。我最近是去拔牙齿，然后就是牙齿受不了的时候就吃止痛药这样。可能有一些成分会对身体不好之类的，对，就还是医生开的比较安心。台北联合病院中型院区的总药师郭英莲就提醒讲，市面上常常看到的止痛药啊，像中处止痛药有乙酰氨酚的成分，主要是透过肝在代谢的，一日上侪食8粒，食上侪就会伤肝。也就是阿司匹林，也是布洛芬的成分，主要是药剂在代谢，食上侪恐惊影响药剂功能，严重者爱规世人洗药剂。药师建议，若是唔知影家己身体状况的人，一定爱先照医生的指示食药啊，唔通家己买来食。我一般是无鼓励讲民众讲家己，就是唔知影状况是啥，就是拢先去家己买药来食。止痛药有几啊种，那可能医生要选择上符合你即马身体上状况的药来选择，互你使用安尼。药师嘛特别提醒民众，止痛药唔是万灵丹，唔是袂痛就代表身体无病痛，千万唔通家己买来黑白食。若是身体有无爽快，要是爱去看医生，避免食到无适合的止痛药伤身体。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为了要对抗这武汉肺炎变种病毒 XBB.1.5， 也个 XBB.1.16， 食药署将召开专家审查会，同意核准莫德纳 XBB.1.5 疫苗专案进口，包含6个月以上囡仔、青少年，也个大人拢会当做。按照9月最后一个礼拜开始做，也那头一批是开放予65岁以上民众。
小苏拜三召开专家审查会议，考虑国内目前流行的变种病毒是以 XBB 变异病毒株为主，同意核准莫德纳 XBB.1.5 疫苗专案进口来台湾。6个月以上的囡仔、青少年，也有大人，拢会当做。有的打就打呀。换新的病毒，佫较就100较稳。一打进去我就马上有感觉，所以我要很小心。小苏表示，经过审查发现讲，莫德纳 XBB.1.5 疫苗符合证据显示，甲真正的莫德纳疫苗是用同款的技术平台生产的。进一步观察，动物实验甲小规模免疫原性试验的结果，自莫德纳 XBB.1.5 疫苗会当引发对抗 XBB 的变种病毒，亲像 XBB.1.5 甲 XBB.1.16有较好中和抗体的免疫反应。针对目前重点变异株 EG.5，也有新的变异株 BA.2.86，嘛有引发类似中和抗体免疫反应，会当对目前流行的变种病毒株产生保护力。不良反应部分跟先前已核准的莫德纳疫苗相似，以轻中度不良反应为主，打的部位啊就是红肿嘛，稍微的发烧。如果得到病情不会很严重，一般人来讲呢，他不会想要去打疫苗，所以我预期还是有一部分人会来打，没有错哦，但是打气不会很旺。小儿科医师认为讲 ，XBB.1.5 疫苗上近9月份上尾1礼拜开始做，提供予65岁以上拢总200万人。对这伙人来讲，注疫苗会当产生一定的保护力，会当避免染疫带来的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要算有注射诱因，若其他成年族群注疫苗的情形，数量应该无像进前遐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航太界国防工业展让4年今仔日开幕。中科院提出反辐射无人机战术的影片，无机规大阵检上反辐射无人机甲巡飞弹2型组成的叛群，攻击中国第3代航空母舰福建区。也拿 AIT 头一届以国家馆的身份来参加。另外，负责生产火山玻璃系统的制造商是希望伫台湾生产，深化台美双方的军事合作。有280间企业或前来打会，台北国际航太甲国防工业展计4年14登场，是历届上大规模吸引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0国参加。中科院对外展示11架国产研发的无人机伫反辐射系列无人机战术影片，模拟大批见上反辐射无人机甲巡飞弹2型组成叛群，提供敌含人突击群。外界分析，含人构型认为无人机攻击的目标锁定中共第3架航母福建号。亚洲航空跨准台湾无人机战略，宣布甲探机科技合作，会打造 AIT 无人机系统。探机是中科院合作盘，协助打造天云、绿烟、建翔等无人机。即摆双方合作头一只，小绿烟要拍入国际商用市场。亚洲航空也甲安捷航空合作，将载人机升级、安装雷达等精缩装备，打造侦察仪器从应号，协助海巡强化精缩能量。年底特别起飞。我们结合了美国的雷达大厂，还有红外线大厂，共同的来推出。美国在台协会头一摆以国家馆方式参展，分享国防航太产业上新趋势。那迄组中共领导环台，美国出售台湾火山玻璃系统，有今年底就会来台，制造商也来参展，引起关注。第一个本土化、在地化，我们希望结合国内，不管是军工，我们不管是中科院、汉翔公司，我们的科技产能，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的产能在地化。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供应链也在地化。我们一直跟中华民国站在一起。吴淑芬证实。罗斯洛普格鲁曼已经伫台湾扩大规模扩展台湾优秀的工业实力，目标采用在地化，协助台湾拍入全球国防强性联。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民众一直出国，这顶半年台湾人出境的人数是外国旅客来台湾的2倍。有学者伫咧提醒讲，这外国游客来到台湾观光的几率只有2成到3成，台湾必须要开发更较多元的产品，才会当一直吸引人来。外国旅客伫新闻顶翕相，疫情了后，自由行的旅客愈来愈多，有人学到咱台湾是真有人情味。台湾蛮好了啊，所以我是很久了，整10年来一次，10年。从哪边来？从马来西亚。我大概5年没有回台湾，然后感觉就是说很多地方我以前常去在台湾，然后感觉建设就是它没有被翻新。到伫加拿大游客讲，台湾的景点哪像较无啥人捌的所在。目前的观光景点清气度爱加强，
根据观光局上新的统计，今年顶半年民众出国旅游的人次有616万人，甲来台湾的旅客323万人来比，差不多加1倍。观光局差持续扩大，其中国语民众去日本，还有日本人来台湾警察上济。台湾人上介意旅游的国家也是日本，顶半年就有221万外人去遐行踏。过来是中国，有80多万人去佚佗。也若接顺序排列，是韩国、越南、泰国、香港，也若去美国的旅客嘛袂少。旅游业者讲，受到日票汇率的影响，降低日本人出国的意愿，还有2项还未开放观光，这拢是观光逆差扩大的原因。最大宗的3个客源地，第一日本，第二中国大陆，第三韩国，外国旅客来台的人数不如预期。怎么去提升？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我们产品的优化跟创新，总不能我们在对外行销总是101故宫、阿里山、日月潭、台湾的小吃夜市这样的一个宣传效果，其实它是适用于第一次想要来台湾的。观光学者分析，目前外国旅客各一届来台湾的比率，敢若2成至3成。台湾都要推出声人目的观光产品，嘛会当吸引旅客去北部以外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新德县的德北，这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远的东海三街，去年以来拢无水道水通好用，出来一面要用的水是抽地下水或者是外口买水。今仔日地方机关就来到这现场，而且佫带这自来水公司的人来，希望量早解决掉居民用水的问题。全开水道头流出来地下水，拢是落落的湿水，就算厝内装过滤器，变1个月内底同款乌趖趖。住在遮的民众讲，若是当着可花期，因连地下水拢无通好用。说实在很可笑，我跑到香山内湖去洗澡，这边的水干旱的时候，说实在连地下水也没有。对，也没有。确实我们非常不方便。它的水质真的很糟糕。整个纱布弄下去是黑的，所以这种水我们里民却长期在使用。这些里民只是呐喊需要喝一口好水。根据统计，目前无自来水通用的居民差不多有75户，在地议员找自来水公司来到现场会勘，希望争取相关经费，用早解决无水通用的问题。希望能够尽速的请竹北的自来水公司赶快处理这个事情，确定相关的经费还有施作的期程。那土地同意书会请那个里长这边帮我们收齐，再请公所这边核发一个接水文件。那我们收集这些资料完整之后，我们就会去提报那个水利署去争取自来水的经费。依照目前计算，挖1.6公里的自来水工程，总经费要开944万。等待里长收集每一户的土地同意书，经过水利署同意了后，上紧会在明年9月完工。到时这的居民就有自来水通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嘉义六卡湾内的公馆牛马场是六卡在地信仰。嘉义县文化基金会布袋戏艺术巡回演出，以牛马的传说来做剧本，替庄内面的时代甲囡仔安排艺术体验课程，唔但互因做翁仔，而且也做回来演出。专心替家己的翁仔来上色，社区的时代甲囡仔，为着要替庄内信仰的神明讲伊的传说，唔但学做翁仔，佫爱做伙参与布袋戏的演出。老人有法度出来教人生济，就是足幸福的。让他们这样子来演出这种这么大型的那个演出啊，对因来讲，因感觉很有意义，很高兴。嘉义县文化基金会推出艺术行程专卡，邀请湾南社区的时代甲蒜头国小的囡仔组成布袋戏班，配合当地牛马堂演牛马的故事，做伙延续在地信仰文化。因伫上课的过程当中，学到咩啊做翁仔，然后做咩啊画翁仔，啊，佮家己填衫，啊，把这个布袋戏翁仔做出来了，啊，来表演这个牛马传奇。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长者能够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地方的文化，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传承到我们的小孩子手上。会战它是跟牛马在战斗。嘉义县文化基金会讲，校园当中上侪岁有95岁，上细汉的只有7岁，有老有少，互相合作甲合适，唔但互时代甲囡仔有深刻的体验，嘛担起地方文史传承的意义。记者李慧婷，嘉义报道。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5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